即係你唔戴安全帶啊嘛，你係懲罰性啊嘛，點解咁強咧？咁多錢咧？我真係唔明咯。咪政府真係冇錢啊，揾啲市民開刀啊，樣樣都扣咁多啊！亂過馬路又話扣3千，安全帶又扣5000，真係好離譜。你諗下啲基層嘅喎，揸親巴士都係基層㗎啦，你扣咁多錢，喂，邊度揾俾你啊？年尾又話交稅，樣樣都揾市民開刀，直頭係低級錯誤啦，即係唔應該咁推行啊嘛！一刀切喎，話開始就開始咯，即係等於你徵收垃圾稅啫嘛，一推出。而結果係點咧？立法會咧根本而家係嘥鬼氣，冇人出聲，乜都一致通過。而家可以講話一言堂，有冇為市民出過聲先？成件事冇問過，以為推得行，推唔成咯。以為冇人反對，結果龍口反轉咯。一貫嘅作風咧都係。因為市區基本上唔需要車速，根本就唔多過45。你話如果危險，日本咪仲危險，台灣咪仲危險，人哋都冇安全帶，一定唔會帶，因為個位太窄啦。一拉我坐監咯，錢我就冇噶啦，冇拉我坐監。我係唔會俾啦嘛，成日黃家華幾好啊，3個月免費喎。夾硬揾啲嘢出嚟搞啫嘛！今日講 A， 聽日講 B， 自己都唔知自己講乜。嗰啲上面嗰啲政府啲人，咩人都講唔同嘅嘢，你點搞咧？而巴士你睇到係好窄嘅，兩個已經你打我打你嘅，根本就搞唔掂。咁啊想喺車嗰度開拖啊！我琴日睇新聞，個議員都話唔需要諮詢公眾嘅 ，OK 啦。咁佢哋係坐巴士嘅咩？佢哋1月每個月收10幾萬，佢哋有坐過巴士咩？